浪，胜败万正论英雄。起起落落当作英雄，历尽了沧桑，意志愈坚强。落魄免悲伤，小子啦，嘛会变英雄。有常，有时屠杀的完成啊，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我弟的哦，无人敢欺负你啊，我会保护你，啊！好啊啦，莫搁哭啦，休息。你巴肚枵啊吼？这是我亲身为你煮的，你食看卖，口味会合。随便开。啊，来，紧的。紧的啦！安尼唔只乖。来，啊你想怎搁去哭啦？我知影，你一定是伤感动对无？你即马总算知影我是安怎对待你的吼？我早就甲你讲过，只要叫我吼，你就当知影做先生是啥物滋味啊！来，搁食一撮，来啊，紧的啊！明晴，我求你莫搁聆听我好无啦？金源，啊你讲对唔对？我对你遮尔温柔，遮尔体贴，我搁饲你食饭呢，你哪会讲我喺认知你啊？明晴，我无情，我会乖乖啊听话，我袂乱走啦。你甲我放开好无啦？我求你啦！我已经是你的人啊，我袂后袂乱走的人。你在讲啥？你讲你是我的人，你黑白讲，你是头壳在笑我，笑我卖你的心。你这个下贱的查某，你哪会这了解查某人啊？你是不是甲冯志强分过啊？啊？我无啦。垃圾查某，硬困，有无？
时做后事，是毋是有啥物心事啊？其实你唔讲，我嘛知影啦。你啊，烦恼在于倒一团地位，你要保袂掉啊对。你免自作聪明啦，你先照顾好你家己较要紧。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对啦，另外我较多谢你呢。原来哦，你心目中一直有我这个伊多夫人的存在，处处关心我的安危。另外，佮派太监暗中保护我的安全，你真正是有心的。中义啊，咱嘛真难得会当讲几句真心话。你知影无？第一这间厝内哦，我上同情你。你哦，对天生是一等一的忠心啦。你期待当娶手做天生的囝婿，等抬进一步，享受伊多集团的权利甲光彩。结果咧，手无介意你，天生嘛对你真失望。我实在替你感觉足唔值的啦。你家己困倒骹，搁烦恼别人厝顶楼。你是啥意思？有人放翁放囝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结果咧，家己一个孤孤单单看别人欢欢喜喜咧团圆，实在使人动ใจ。金夫人，暗路行久的，总是会拄着鬼。你讲清楚，这句话啥意思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咁我中意发现什么在食死？校长，老关啊，是啥物代志？面色遮尔歹看，敢有？是毋是受啥物委屈？无啦，因为今仔的经验啦，等于后头厝做客啦，我也要来也要外，足无闲的，可能淡薄仔点。安怎？你个查某囝金元是毋是真满意这个红色江明镜？应该讲江明镜娶到阮金元搁较满意才对。你敢知影？阮金元又搁大心又搁捌代志，从来都毋捌互做爸母的替伊烦恼过。有一款查某囝，是我一世人上大的骄傲。你免骂我直接骂，唔免等阮世界。你打算讲我唔知？姐，中义，你过来。我拄则甲恁较长有参详过，今仔有一件代志，我要拄则宣布，你听好清楚。嗨，感情是袂当勉强的，婚姻更加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幸福。时代已经无同款啦，今仔日的婚姻，做爸母的已经袂当做主。只要唔肯嫁你，我嘛袂用咧勉强，所以我必须要收回当年对你的承诺。不管只要有嫁你啊，拢袂去影响到你伫我心目中的地位。中义，卡桑真了解你对姐的感情啊，希望你莫怪恁老豆啥，咱永远拢是一个人。多少？卡桑，多谢你。从今以后，七号就是我的亲小妹。七号，过去的代志拢是你送的唔对，是的。为着我对七号感情上的固执，真甲大家麻烦。すみません。你长，安尼明仔是我自细汉上敬爱的哥哥。赞。伊是我的义囝，当然是赞。中义，你会当放下家己的感情来成全这个家庭的和爱，我卡桑真正以你为荣。我豆长，你搁袂记这项代志哦？你要安怎报答我的救命恩人啊？对啊，志强出院了后，咱还袂去甲看过，他咯，咱应该好好甲志强答谢一下。豆长，你要安怎报答伊啊？做你放心啦，道上
已经计划好，要志强上好的栽培，未来对我的身躯边发挥上大的作用。明星啊，天的安排敢有妥当？志强人是袂歹啦，啊，毋过伊较重要是冤家是对头的。杜尚，只要是你的安排，我拢尊重。为了让杜尚放心，安尼好啊，我出面请客，甲彭志强讲好，以后大家和平共处。你讲，多谢你。一个重义就已经有够我应付，即摆又搁加一个彭志强。志强，你对社长，安怎啊，志强？有较好无？好真济啊！真好。志强，咱算是不打不相识，为即马开始，咱就是家己的兄弟。志强，你加精散的，用我这个给别人，你一定足伤心的吼。姐哦，莫有白讲话。家己袂听，嘛着要顾着别人听。到底是啥物人想着志强的心嘛？有迄款的老母，就有迄款的查某囝。志强，来，请坐，来坐。多谢。多谢。志强，你是我的贵人，若毋是你，阮规家伙啊，都无可能坐这团来甲你食饭。若无伊对社长讲配互我嘛无这个机会坐咧遮互你请。哎哟，恁大家吼，莫遐尔客气啦。我甲志强是性命共同体啊。好，恁大家拢是我的亲人，嘛是共款。哦，差真正放袂记啊。这个阿姨吼，无算。笑。先生，今仔日是要请志强，也是要开我的斗争大会啊？哇，是啦，来，杜尚，会使用菜啊？来，志强，我先敬你，来。真好，志强，啊，振作起来，查甫囝事业较重要。我已经替你准备一个社长的特别助理这个职务，会等你来做。你对社长，多谢你遮尔看见我，因为我对我的运动用品公司真满意，我无想要改行。无人叫你改行，我会当为你专门开一个经营运动器材的部门，比你即摆开一间小小的店，我较有发展。因为我感觉靠家己比较较实在。志强，无我倒相甲你斗相共，为啥物唔好？是啊，志强，阮拢是诚心诚意的，你是安那无爱接受咧？对啊，志强啊，亲像这种会当减混到20年的好机会，你是安怎唔接受咧？你讲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你认为我是一个爱慕虚荣、唔肯拍拼的人。啊，毋是一片好意，你误会。好啊啦你，咱俩准讲，大家拢共款。是啦，志强，千万唔通误会呢。以你的才华甲品德，就值得我栽培你。伊对社长，你对我也好，我会放在心上。因为真实的，我无可能去你的公司担任任何的职位。你是毋是认为这个助理的职位太过微薄？要紧啊，你若有啥物要求，随你讲。我家己开公司，清清白白，虽然赚的是小钱，也毋我心安理得。是的，敢讲这是嫌社长送过去有学到的背景无够清白心。敢是安尼？唔是安尼啦，志强，你紧甲我倒相讲，你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是有人互你塞落。伊对社长，你对我好，是咱随人的感情。要么这并无表示我会认同你的所作所为。我的所作所为是安怎？志强，你莫搁讲。无要紧，互你讲。是啊，志强啊，若是男子汉，
心肝内有话，就直接讲出。社长上的所作所为，有一寡无够光明正大。我袂用你，你做。志强，志强，先生啊，王志强这么唔知影好歹，啊，你根本就是好心无对情，敢讲你要搁互伊机会是？我一定会永远在一起，我永远在一起。有够，你笑啥物？跟你同款啦。我共款。讲来听看嘛。王志强这个人正直、诚恳，阁有胆识，你会敢讲袂歹？王志强这个人有骨气，够诚恳，而且可有查甫人的气口。有够，无枉费咱两个做10几年啊无，也是你较了解我。迄是当然的，卡上的心，永远拢甲倒上连做伙。先生啊，看你甲药库遐尔欣赏冯志强，好亲像已经用倒转是未来竞赛啦。冯志强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只要会当甲伊交往，我这个做逆上的嘛放心嘛。人忍因所不能忍，才是大丈夫。中义啊，我真配合，你会当有即款的答答。中言忍气吞声，甲真伫做朋友、做兄弟，我爱对伊提高境界。来，吃泡面。多谢。你哪唔食？你家己阿妈食一粒嘛，生活来搁较痛苦，饭嘛是爱食，身体嘛是爱顾啊。你变啊？讲有，是变较歹啊。是变了较歹代志。我后记你进前，你来阮厝的，只要一开嘴，至少讲几落10句。要么今仔日，你真斯文，嘛真体谅嘛。差一点仔死过一摆，嘛差一点仔甲你害死，无变才奇怪吧？互人放肆的感觉，我真了解，调节心内，无讲出来尔。志强，你迄想较开的，金华姊已经是别人的某啊。歹势啊，我无应该讲遮个话，是的啊。我无怪你，我只是烦恼金华。金华姊是安怎是？我嘛唔知影。因过伊叫我共你情了后，伊毋捌甲厝内底的人联络，这无像金华做好，我感觉真奇怪。你哪唔直接敲电话问伊咧？我惊我打电话去，若是有讲面前接到，我会增加金华困扰。那安尼我替你敲。你替我敲。
我是想要减轻你一阿妈心内痛苦。喂，江民警，那是你接的？我是七哦，请警马正听电话。小姐，真歹势哦，今我即马无方便接电话啦。是不是你无方便呢？我是新婚的翁仔某，即马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安尼讲，你应该知影。无找你的关心，人讲伊是阮的翁仔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无方便接电话。哦，你看，这水的手哦，哪会不干咧乌青结过啦？谁叫你要了？啊？我要唔过。看你安尼哦，我嘛总唔甘呢。只要你以后哦，遵守我的4不1没有，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无你受的委屈。第一，不可让任何人知影我姓吴的。第二，不准你踏出家门一大步。第三，不准你用任何的方法甲外口联络。第四，不准你隔面抢互我看。我一转来，就要看到你温柔美丽的笑面。伊没有就是，只要你无做到任何一点，我就会变面。听有无？哎，今麦吼，你笑一个我看，紧嘞，来，笑，笑到无够自然啊！过来一遍，紧嘞，笑。好啦，顺利过关。今麦吼，你亲我，爱啃感情吗？来。姐，你敢会当互我转去看阮爸爸甲阮哥哥？我真正足思念伊个呢。当然袂用的啊！我江美就是一个守信用的人，我讲过袂用就袂用的。那呢以后，我安怎伫上场上敢徛起啊？安尼，你至少爱替阮哥哥甲官司拍赢，这是我嫁予你的唯一条件。你若是无尽力去做，我是替你无法度啦。也毋过死，是我唯一决定会当做的代志。你放心啦，我对天下间的人哦，拢当讲一套做一套。只有对你的约束哦，我一定会做会到，包括金融的官司胜诉。我一定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和一定的和阮在一起。救命啊！一个事啦，你看伊送啊目睭拢起烟雾啊！既然走去夜市啊，伫咧卖证时签的去，哼，佮袂晓对恁爸面头前来。
尔到这我无甲掠起，我嘛对真实的。你是要讲讲呢？啊，你掠着伊，你着报底甲装咧，啊送去5股，你山顶也是讲淡水河淡着就好啊，你搁带来遮创啊啦？当然是有路用，我毋才会甲带转来。放心啦，利用了啊，我着甲杀去添啊，搁袂伤慢呢。安尼敢好啦？哪有啥物毋好？你会知影呢？写照上啊，伊是毋相信讲班票案，敢若伊家一个人做，伊即摆搁继续咧查，无后处处才看到底是啥物人。安尼变啊？你放心，我想着真好的计策，互咱两人我大人要脱身。安尼敢有效？哪会无啊？无试要哪会知影？是讲金良是玉芬的亲骨肉呢，伊无可能答应你安尼做。为着要顾全伊家己的性命，伊绝对来牺牲伊的骨肉。金甲甲写照上，因冤仇结真深，假使咱将这班票案件规个拢总甲杀落金阳，安尼咱才有同脱身。即摆咱也无时间通去问玉芬啊，先做了再讲。少年，家己啊吹话台。我是当我是啊，我是当我求者，我绝对袂讲出来哦。我会变个狗啊，袂讲出半句来。安尼好无？恁爸狗讲要爱你做下狗是吗？无咧。来，这张名片是金阳的电话，用你的手机啊拍伊。我若教你讲一句，你就做一句。啊，你若做了好，你的命才有同我承做，听有无？喂，你好，我金阳。金阳大少爷，我是邱某的。邱某？是啊。你叫我掠日本的黄鱼，虽然偷走去啊，但是我袂使做白工啊。你有答应要付我钱，嘛是共款爱我。就是安尼尔吼。啊，我另工较甲你联络。喂。求啊！你做了真好哈。来，送你回去。我无法回去啊，暂时头，我无要回去，拜托救我啦！但是我无要死啊！等下，我早知影，你根本是一个无正义的人啊！所以我后壁留一招咧。我若死，恁也免想要我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姐哈，多谢你教我安怎用录音机，哦，够好耍诶！我甲咱讲的电话吼，逐通拢甲录音起来啦。啊，甲这录音带吼，交代一个可靠的评委啊。我若逐工无敲一下电话甲报讲我平安咯，吼，这录音带念伊都写少送遐一群啦，啊，警察叫我一群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也看爱有好耍嘛啊？啊，你啊，莫有白想啦。拄则我是咧试看你有胆量啊无，当作是真实的啊。对，我故意人呢，我介无胆，我身体无好，袂堪迄人迄惊。你安尼甲我迄惊，万不利我惊死哦，两只脚跳得去。啊，我朋友接袂到我电话，甲报一下平安的。我看恁两个吼，做伙害哦。你哋老凶啊！我无你甲天公照大哥，这步骤用你的头顾你的壁，安尼尔啦。好，我即摆放一条线路，也毋过哈。我知，我打出门后连变下狗，安尼点拢无讲出半句，我拢唔知哦。你用咧注意啊。多谢。啊，对，大姐头，啊，咱电话录音遐录音带吼，我甲你报一下销的，拢总带3万。你翻倒转来，你甲我卡油。我敢甲你卡油啦，这是咧甲你报销呢。啊，你若无方便吼，我坐咧遐，等你甲方便我较来走。嗨。
多谢。免等啊！这多3万。多谢，探知影。阿相啊，听到。你总算是出现了。我当伫想讲，你这个乌上大的，办事遮尔无效率，是免有迄个资格做咱台湾的乌道教？谢教授，我嘛利用所有关系，唱管线、海线、线索，拢总查过啊，真无简单，已经查出一点仔线索。一点仔线索？查到啥物？讲重点。无人伫个啦，直接讲。谢教授，我已经查出来了，绑票只有幕后指使者，应该不是兄弟啦。尤其咱神农组势力遐尔啊大，啥物人敢担太岁爷头壳顶传来？你讲毋是兄弟人，无会是啥物款的人？既然敢毋是兄弟人，甲你结伴手，你想看卖，啥物人会分你入去？你是讲金甲？无可能，因无遐好打。谢教授，人讲壁虎是会上人，尤其金庸迄款个性遐尔啊冲动，伊就甲亲门头来找谢教授你，为了金钱，伊就甲走私贩毒啊，有啥物代志伊做袂出来？金庸，谢教授。我真无简单啊，才查出这点仔线索。我嘛知影讲金庸，伊是周玉芬的亲生后生，所以你比较较会带念证据。我讲的话你也拢唔相信。为了客观的起见，我建议你请张督察暗中调查，看只要绑票去一段时间，因金家人到底伫咧创啥，尤其是金庸。好。我会请张督察查清楚。金庸啊，人咧讲啦，结气收台，论气求财。啊，明正一番好意，将这个土地送你，你就赶紧摕去寄付到你的名下，然后将你原来迄个运动小新村的客划案。去找预定地拍卖买主合作，只要这个开发案会当顺利进行，我相信咱真紧得当鸿运再起。爸，我是咧烦恼，这买主唔去信任我。爸即马知影冲动会耽误代志啊吼。哥，不要紧啦。只要你的这个行动来证明你的诚意风看，我相信大家愿意予少年人一个机会。爸，我即马随去哦办这过户手续。金明，你来这要创啥？今晚敢有回来？今晚有回来无回来，是关你什么代志？金明，爸，我去办代志。志强啊，哎呦，阮金明哦，就是这个个性，莫甲伊计较哈。做遐尼侪年兄弟，我了解。阿伯。今晚有当来做客，今晚是安怎想？志强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阿明正宣布伊甲金华结婚了后，我就捌见到金华。就连做客迄天，嘛是明正一个人转来，伊也讲金华。以后袂阁倒来后头厝，要甲阮
断绝关系啊！我一定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今我以后袂搁倒来后头厝，要甲阮断绝关系啊！那安尼？我相信，这绝对毋是金发伊的意思。我是烦恼讲，金发叫明情控制。一定是安尼。今晚叫江明静是逼迫的，今晚绝对无可能是甲静源甲江明静做伙。江明静一定因为安尼，才不爱互今晚倒来后头厝做起。今晚以后的日子一定会真歹过。要安尼，今晚伊，我袂当目睭紧紧看今晚受苦，我即马来找伊。天公伯啊，阮今晚怪开个大事，我求你爱保庇我这个可怜的查某。我敢有听唔对？这斗人的手紧，动人的骹骨，我是捌做过。也毋过这全人的子孙是歹势底的代志呢。搁再讲，阮做兄弟的罕能用一步啦，除非是有人目睭爬无紧，困人的某，拐人的查某囝。洪总裁，敢讲你？对不起，歹势啦，是我受创帮。我叫你安尼做，当然我的道理。我讲迄洗饭完事，毋是3天2天的代志。要收拾个性命，算是办意义。甲伊断骹断手，我嘛袂过。上爽快就是，互伊无法度做一个查甫人。你讲了嘛对啦，一个查甫人伫个人的面头前，搁较强，搁较勇。就算讲伊有钱有势，假使伊若是心有余，力不足，想要做做袂到，哼，这真正是查甫人的悲哀。好啊啦，我叫你去做，你就去做啦。是。歹势啦，这人硬要入来。不要紧，你出去。王志尧，你来对我好，还是我去找你？高明姐，你现在把我今晚得去后头厝看伊厝内底啦。今晚是我高明静的某，讲到就是伊的厝。今晚因为金家迄个破收赔人讲价做好，是因金家配袂起讲价的总裁能力。遐个有人性无？你敢唔知影？迄人甲亲情是永远切袂断的。今晚永远拢是金家吵囝，一定是你逼今晚爱甲伊后头厝切断关系。你安尼做，敢有人性？我高明静欢喜安怎做就安怎做，甲你无关系。你凭啥物质问我？敢讲你对金源还是有私心？竟然在我面头前表演影响笑容，安怎？还是你唔甘愿我带你的查某人，害你去到袂食袂困？还是你思思念念过去你甲金源的甜蜜？你莫胡白讲！我甲金源清清白白，王志尧，我今日要互你绝子绝孙！我的死！我的死啊！这样啊！今日我绝对袂放你耍啦！你安尼做，今晚敢愈我不你命。你即摆伤害伊，我甲你讲，你永远免想要得到金源的心嘛。你即摆随家死出去，永远莫搁带你搞我转来一脚步。看我见过你，想好好对待金源，若无，
我绝对袂放你走。明静，上好，你莫去甲我拄着，若无，我会互你死啊，更较歹活。你有要紧吗？我带你去医生看。即摆江明清已经甲你当作事业眼中钉啊！以后拜托你，莫搁去厝找麻烦啊，好无？也毋过袂放心金。心爱，你敢知影金华过了后？其实我嘛无啥清楚，自从因两个人结婚了后，根本就无任何人有看过金华。你敢袂感觉安尼真无合理？心爱，你敢会当替我去看金华？我敢若想要知影金华过了好无？多谢你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金华，有你去看麦，谁来看你？是啊，金华，恭喜你结婚啊！等你两个人结婚的时阵，我妹夫送恁结婚礼物，我今日专工送礼物来给你。你看有介意无？我希望你会介意。哦。心爱，多谢你啦，互你破费啊，会啦。金华啦，心嘛有真有品味啊！哦，这破链哦，挂伫你身躯顶，一定真水。我替你啊挂起来。哦，你看，确实真水呢。对啦，恁姐妹仔哦，一定有真侪话要讲。那呢我无交了，我替恁煮咖啡，吼。免麻烦啊啦。袂啦，金冠哦，最爱啉咖啡的啦。为着要替煮咖啡哦，我竟要变成专家呢。你一定哦，爱试看卖煮咖啡的手艺安怎。心爱，明前伊煮的咖啡真香哦。嗯。安尼就麻烦你哦。袂啦，无恁先讲，吼。啊好。心爱，太谢啦。金冠，过去我做真侪对不起金家的代志，我希望你当原谅我。我已经甲明前结婚啊，过去的代志就莫搁提起啊啦。其实我今日是代替志强来看你的。你莫甲我来去这个人命，金冠，你心爱。我即摆已经是明前的家后啊，过去的代志我完全拢放袂记啊。金冠，志强只是关心你，伊希望你过了好。我是过了真好啦，明前伊嘛真疼我无需要志强的关心的。金冠，你听我讲啦，你先走。
是民警对吧？给我。 你去理论，民警根本当我傻。警官，我拄则在客厅看到几本仔食谱，你开始有出声啊？啊，民警拢嘛把我做出来的代志，拢嘛是伊亲手煮菜我食。 敢真是嘞，看袂出伊遮尔体贴呢。伊是一个真大心的翁婿啦。看到你遮尔幸福，看起来我嘛应该找一个人嫁啊。我带你离开民警，袂当啦，我袂当离开伊啦。警官。 这是我家己选择的路，我袂后悔。你慢慢替我艰苦。只要我的牺牲会当换来我身躯边的人的平安，那安尼我就真安慰啊。心爱，你敢袂当甲我讲，你讲伊过得好无？当然幸福。 警官，真正是足爱你的。你向决定嫁入民警，伊根本就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你知影无？我看到伊这么痛苦，我甲伊心肝内嘛足艰苦的。虽然只叫伊对我用尽真情，也毋过这世人。 我是无法度害伊。心爱，你是毋是在甲伊计较？那你是咧后白讲啥？心爱，其实为你的眼神，我当看得出计较在你心肝内份量。 我敢会当拜托你替我照顾伊？警官，你嘛知影我过去做过对不起伊的代志，你肯原谅我真是足感激啊！所以我嘛唔敢讲毋忙啥物啊，因都是只有伊伫真勇敢在追求志强的爱。 伊才是上适合志强的人。只要你阁受少岁，无法度体会在这世界的无奈，伊是无法度进入志强内心世界的。真正会当体会志强受罪的人，只有你。心爱，我敢会当拜托你，替我好好照顾志强，警官。 我会当亲像朋友同款照顾伊、帮助伊，啊，毋过在伊的心肝内，永远只有你，永远袂阁有第二个查某人会当进你的心。时间会冲淡一切，心爱，你家己。 嘛要勇敢去爱哦。警官，心爱啊，有闲你才来厝内食民警烧的菜啦。伊煮的是比外口餐厅搁较好食哦。好啊。 来，咖啡来啊！足芳的呢。真是的哦。嗯。英勇。
有诶。水梨哦，真烧。有，啉。今晚过了真好。真是的。但我是亲目睭看到的，你会当放心嘛？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心爱，今晚以后搁讲啥物无？伊希望你会当好好照顾你家己，然后将伊放袂去。我要哪有可能做会到？志强，啊，毋过今晚嘛希望会当看到你振作起来。心爱，以后你若有闲哦，加去看今晚。先煞考讲江明杰，互今晚转去因厝看因厝内底的人。我会啊。你看你，心肝内想的、揣念的，拢是今晚。志强，你嘛应该为你家己活啊！建新运动器材公司的业务，阁需要你继续推动落去。你千万唔通因为感情的失落，就去影响到事业发展。我相信今晚嘛希望看到你在事业上拼出你家己的一片天啊！今晚，我会为着今晚好好打拼。若是为着今晚，你莫为着你家己啊！欢迎进行带。老爸，这段时间我无得专心照顾生理，好佳哉有你教导参考。这回应该由我叫你。志强，你甲我客气啥物啦？咱是兄弟呢，你下转来吼，生理战场哦，我就要看会到咱健身运动器材哦，要发啦，我敬你。来，来。以后都爱靠恁大家斗相共。即马我暂时离开球场，转战商场。我希望伫咧商场会当做商场上的战士，完成三级棒球综合训练啊，这个理想。水。来，经营商场上的战神。心爱，真多谢你拍开我心窝内的结，帮助我重新振作起来。若毋是咧讲上帝若关一扇门，就另外搁开一个窗仔。我拢希望看到战神永威商场。阿鲁爸，你讲对无？对。我接一下电话。喂，我老板嘿，两大会柜哦。无问题，我准时出货。哦，感谢，多谢。志强啊，你头一天上班哦，都接到大摊呢。两大会柜运动器材啦，咱要发啦。什么厉害你啊？哎呦，只哦，咱拄则吼都接到两大摊的这个会柜呢。讲真是诶，汉人真好啊！今仔日庆祝吼，志强倒来上场，就接到大摊的，真是好彩头呢。笑，是毋是你暗中找人落订单啊？我无啊。伊德夫人，心爱，多谢你找朋友替我出面，落志强公司两货柜的订单。我嘛真欢喜会当为夫人效力。你会当替我想出帮助志强的方法，搁遮尔有效率，我真欣赏你的能力。夫人遮尔有心在帮助志强，应该是为着七儿。我真了解志儿啦，伊是真心咧介意帮志强的。天下父母心，
我当然嘛是希望我的查某囝会当快乐。只是我对彭志强这个人毋是真了解，你感觉这个人安怎？伊是我看过上有情有义的人，真有担当，做人阁真忠厚。那安尼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心爱，我有一项代志想要请你斗相共。夫人唔通客气，请讲。若是有机会，想要请你促成只有甲志强。我先甲你说多谢。志强，你是遮尔啊优秀，遮尔啊得人缘，我感觉我家己愈来愈配你袂起啊。只要是真正会当帮助你事业成功的人，我是毋是应该促成恁两个呢？我一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队长，我知影你已经甲我伫法院拍卖运动休闲村迄座土地买，啊，毋过伫我的手头嘛有江面一花200平的土地。既然队长对这运动休闲村遮尔有兴趣，咱是袂当联手来完成这计划。我个人是有这意愿，也毋过我幕后头家也嘛接手你的案件，家己独自来做。当然，你幕后阁有头家啊。我只不过是受人之托，出面来标告这块土地，我家己哪有法度提出遐侪钱呢？唔知影当下是啥物人爱你出面买这块土地？你唔知影，就是你的袂使高敏情啊！高明姐，老姑啊，你来啊！我无进门口互你迎接哦，实在真失礼。罗是毋是塞车？你表预定的时间慢5分钟哦。高明姐，你实在有够卑鄙的！你甲手头200平的土地，啊，毋过所案中叫人甲运动休闲村迄块地买了，佮要抢走我的客源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金庸啊！你这个人哦，都是官情无顾啊！顶一届你的金融运动休闲村是安怎在一夜之间变作乌有，这么紧就袂记啊？咱人哦，就是要为失败中记个教训嘛。今麦咱两个相换位啊，顶届是我这只布拉鱼食掉海翁，今麦你就看我这只海翁安怎食掉你这只布拉鱼。你无我手头200平的土地，你嘛免孝受，要起这运动休闲度假村。你捌想过起这鸡仔场，我就来起一个阿母寮了。金庸，咱做生意哦，眼光爱准，出手爱紧，手段爱强啦。你即马才要学我的步数，伤慢啊啦！亲像你这款老肉脚，永远拢毋是我的对手。虽然讲我赢你哦，但毋过我赢到一点成就感拢无呢。高明姐，你安怎？见笑转上去啊！你嘛无想看卖，你手中的200平的土地是安怎来？真好，你总算想起来。若毋是警察来救我可怜你，你根本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。高明姐，我无需要你的同情，我即马就甲这200平的土地去。你，大姐，高明姐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金庸，算来你的命运搁伫我的手头，还搁有你的小妹，逐工困伫我的身躯边。我想你应该会帮助我这袂使接手，
替你完成运动小新村的心愿，甲规个客户案互我。你即摆是咧威胁我啥？是又搁安怎？你敢有我的法度？你上好是莫了我受气，若无哦，恐惊我会甲气哦，牵拖对恁小妹心上哦。我甲你讲过，你若是敢对我小妹安怎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我会叫警察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。好，我甲这客户案互你，我拜托你莫伤害金无？安尼毋才对哦，世事无为准嘅，是讲哦，你即马啥物拢无，日子总是爱过。虽然讲哦，有恁即寡散车亲戚，互我真无面子啦，也毋讲哦，我嘛袂用无管。我看规气安尼啦，你来替我开车做我的司机，好歹倒一下三顿。高明强，唔通安尼糟蹋人，圆的比扁的嘛圆，莫互我有反省的机会。啊若无，我头一要对的人就是你啦。大声话哦，大家拢会晓讲啦。要呛声哦，嘛要看家己是毋是有伊的命做会到。你唔通袂记的呢，你的生死掌握伫我的手头。金庸，目睭爱爬有金，即马唯一会当替你洗清犯错罪名的人，只有我。你，原来这一切，无爱是你来计划。你总算变巧啊咧！其实哦，这嘛爱怪你家己是安怎遐尔相信阿全。若无哦，我哪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去掌握你的生死大权？高明正，安怎？哪唔怕？你是毋是受到你迄要死唔死的老爸啊？我这个可怜的大夫啊，一世人哦，你的颔棍拢去我这梅赛地条的啦。你要会记，千万莫了我受气抓狂，较免咧恁警察保险能力替你办丧事。高明强，你对我所做一切，总有一天我会全部还你。不过阿全，我绝对会帮你算。没中奖！没中奖！我一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你有啥物话要讲吗？你喊我讲啥？你个地死你！我毋是甲你警告过啊，唔通食无三杯硬菜想要上西店，真大胆，敢爬我的头壳顶。恁老娘仔这到底想要创啥？你敢帮票我的查某囝，我唔敢信你。你算什么查某囝？那我什么时阵帮票你查某囝？你阁唔承认？啊？我什么代志拢无做，我还是年轻的。伊条大路，你害阮警察，害了我无够凄惨上。今嘛，佮用这款卑鄙的手段来侮辱我，你到底要安怎陷害我？你才敢玩啊！无人侮辱你啊！同意？下证我会听，我会心服口服。系。
是舅母的。舅母？哎，是啦。你叫我掠日本的黄鱼，虽然偷走去啊，但是我袂使做白工啊。你有当要互我钱嘛是共款爱互我。就是安尼尔吼。这个人我根本就无熟悉，是有人挑故意要陷害我的。无熟悉，恁金家的人连讲白贼，就讲甲条条有理哈。我讲无就是无。刘大龙，我心中甲你讲，假使我要保护你，我一定来找你。我保佑你的查某囝是要创啥的？免加讲话啦！你老实讲，这摆参加计划帮票阮查某囝的人，阁有啥？我就是无做，就算讲你甲我拍死，我是甲你讲，我无做啦！就算，既然主谋者，若是真唔知死我搞囡仔做，规矩就会死，然后还共党的人，我会负责教予你。我要治我，无论你用啥物手段，拢爱逼伊讲出所有的人为止。是。今嘛，我有金板山，好好啊体会找无后生的滋味啊！今摆有人替咱担罪啊，就算讲破一啖水河嘛洗袂清，咱就免烦恼啊。好佳仔啊，这摆有场督察暗中甲咱斗相共，配合咱张金阳甲舅母的假通联记录啊，才会当有写照上，对人拢无怀疑。若无这件代志就大条。算落来，咱的一举一动都要较注意咧，唔通去让玉芬知影讲是咱设计的宝贝仔囝去担罪。啊，千人就讲，当我唔是潘啊，我嘛无可能做关公代志。就是因为你巧，我唔知要地你。你啊，玉芬啊，我早要找你来啉烧酒咧。啉烧酒？恁即摆阁有心情啉烧酒？食饭皇帝大，啉酒较快活。若是有啥物代志啊，拢总免乱了。来，阿姐，咱就哪啉哪开讲啊。来，接落。唔免啦。恁敢知影？中义即马逐工派人暗中咧跟踪我，拄食个鸡啊，我是生骨落啉，互跟踪我的人找袂着人，我才敢来恁遮。那安尼玉芬啊，后摆你出门都要较小心咧哦。只要你紧甲求摸迄个人找出来袂巧，安尼咱就安全啦。若无哦，咱三个人哦，拢会害啊啦。你放心啦，我乌上也找无人，别人也一定找无的啦。我求我这人啊。暗中已经一趟啊偷渡过大陆，是讲安尼也好啦，互伊规矩当大陆，一世人拢要倒转来台湾，啊！玉芬啊，乌想要处理代志，你放心啦，林天生永远都袂知影。因两个人是安怎把这件代志看甲遐尔轻松，一点仔都袂烦恼。敢讲因两有啥代志咧隐瞒我？金阳的手机啊，也是敲袂通。啊！这个囡仔到底是去什么所在？这样暗也唔回来。嘿，你有感觉运动小村镇的地主发生冲突？阿伯，你莫紧张啊！无听到金阳是甲遐地主讲好啊，陪因去应酬嘛，无一定啦。哦，下可是安尼啊！唉，这个囡仔吼。总是互人袂放心啦。阿伯，我会留落来陪你，做伙等金阳。金阳若是到早起也袂回来，我来出来找伊。多谢你，志勇啊，这样暗嘛，佮找你过来，实在是真歹势。讲起来，我毋是一个好老爸，对连家己囝儿就无多照顾佮保护，尤其是金我。
演了化解着急，我真正烦恼的幸福。阿伯，我拜托心爱去看金华。伊甲我讲，金华伫感觉过了真好。真是的哦。敢是心爱佮甘面前串通起来骗你？阿伯，其实心爱对江明前的做法会真切心，而且伊嘛真后悔，当初伊无应该互求婚的心安看着伊的理弟，做出现在对不起金家的代志。伊一直拢想要找机会，好好弥补对金家的亏欠，只是金庸伊唔肯接受。心爱所作所为，我看在眼内，我会当相信。因为你钱不该办不该，是绑票我的查某囝。我顾家己某都袂赴啊！我哪有时间去踩这死老狗啊？今晚叫唔绑票啊！就算你即摆甲伊拼命，你嘛无法度救因两个人。你要对付江明清，唔是拼命就当成功的。你别替死开，谁要找别人，要找金庸。啊，叫替老母担罪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！你真正袂个大意啊！你别个怪我。暗藏3年6个月，祝福你的话，早就写伫被内底。一通电话，换来一句再会，咱两人有缘无挽回的余地。一脚皮箱装满爱你的温柔，天生的鸳鸯，如今牵袂着你的手。沉重的行李是我沿路的忧愁，爱到最后你变成别人的新娘。希望伊会当爱你，听你亲像我；希望伊会当予你活苦亲像山；希望伊会当像你生命的温泉。啊，你是我今生无言的情。